响应联合国国际反贪腐，由联合国 NGO 世界公民总会加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等9个单位共同主办，活出心中的太极。全国环岛的新车发表加送车的活动，日前伫台南市议会来举行。现场邀请议员、里长甲多位学者专家共同出席，并且分享发税的制度。现场主办单位并且递上新册给出席的贵宾。我们今天这个新书的这个活动哈，证书的活动哈，是结合这个国际贪腐日好来举办这个活动。我们也很感谢这个联合国 NGO 这个总会、公民总会，还有太极门，还有陈坤和议员的服务处哈，这个联合总共9个单位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。那我们这本新书的内容呢，题目叫做《活出心中的太极》。那其中有55个这个生命的故事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哈，让一般的民众在生命中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，可以找到扭转的这个力量，然后让他的这个生命呢可以找出出路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结合这个国际贪腐日哈，我们在这个新书的这个发表会上哈，也希望所有这个民众哈，从中可以找出一些力量，可以来改变政府的这个税制的改革。我们现在在全省各地哈都有在举办这样子的活动，也期许这样子的活动哈，可以让政府正视赋税人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普世价值，可以让人民可以免于这个税制的这个压迫，能够真正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。其中活出心中的太极这本册是正大出版社今年9月才推出的新册，内容描写55个生命故事。一出版就登上博客来网站，中文新册畅销榜励志类第1名。主办单位希望借此会用鼓励困境的民众勇敢来行出来，活出家己的一片天。台南新闻英根采访报道。